保證無廣。Sogo 感謝祭今日開始要整合一個 CP 值最高嘅懶人包俾大家。Sogo 感謝祭由10月24至11月23號舉行，今日尾篇喺銅鑼灣分店奉上最大優惠整合，去篇多個專櫃日排都做緊彩妝買一送一優惠。咩呢套試咗色勁靚，平均只係100幾蚊一支咋。Chloe 嘅香薰套裝褲送埋好靚嘅化妝袋，仲可以當手袋用。Sofina 系列嘅套裝幾乎全部都好抵，都係買一送一，買二送一。Estee Lauder Night Repair 套裝只係965蚊。Double Serum 面加眼套裝先1960。特別推薦 Dior 大部分套裝都有送好靚嘅小手袋。原來 Prada 嘅 hand cream 香港都翻咗貨，趁今次入手咗佢嘅 hand cream 唇膏套裝，可以揀翻自己中意嘅顏色，一定要去埋 Coach 啊！勁多手袋款式都係千零蚊一個，今次真係好多抵買套裝，大家要儲定彈藥 VN 去入手啊！